歡迎收看中嘉新聞週報，我是李品榮。新聞首先帶您看到高雄備受關注的重大交通建設高屏2塊，近期傳出新進展。位在台3線重要節點的 C1 標段，最快將在今年9月正式動工。高屏2塊全長約22.6公里，整體工程將分成7個區段施作。如今首段工程即將啟動，其餘路段後續進度也受到高度關注。隨着高雄近年產業與經濟快速發展，交通和物流需求也持續增加。為了分擔台88線與國道1號日漸龐大的車流量，歷經多年規劃與審議的高雄屏東間東西向第2條快速公路，去年正式核定總經費約983億元。整體工程將分為7個區段進行推動。如今首個C1標段最快將在今年9月動工，也引發地方關注。未來高屏2塊將有助於地區高快速路網的可及性，那也會促進高屏兩區的路網的完整，促進地區的區域發展。那預期完工後將有助於疏解台88、台1線以及頂金交流道擁塞的問題，也可作為未來國7銜接國1的重要路徑。全長約為22.6公里的高屏2塊，西起高鐵左營站，東至屏東九如國道3號路段，途中將串聯國道1號、國道10號以及未來的國道7號等重要交通路網。目前預計優先施工的C1標段，全長約0.88公里，預計今年9月開工，並在118年3月完工。對我們地方來講，高屏2塊它應該可以帶動我所在的地方。仁武、大樹往屏東這邊這些地區的發展，那我們也很高興說它可以盡快動工，然後盡快把高屏2塊這個工程盡快把它完成。不過高屏2塊部分路段因涉及水源保育區以及軍事設施範圍，也引發部分民眾擔憂，認為後續路線與施工規劃仍應再做更完整的評估與溝通。我們今天開一條路很好。這是給大家一個非常方便的一個交通，只是說你這個交通，你要不要去評估一下我們的農業發展、我們的地方發展、我們的水土保持發展，這是我們的看法。我們都是支持交通建設的，可是這樣子對於我們的農業發展是不是有影響？所以我們很想要就是說，請農業局、請農業部，你們自己來評估這整個路段，你們自己下來看。你們現在都在紙上談兵，你們要不要來到我們大樹？整個你們高屏2塊要經過的地方，是不是會影響我們往後我們的農業發展？高屏2塊全線預計122年完工通車，未來有望分流台88線與國道1號車潮，同時完善高雄與屏東之間的快速道路系統。不過工程涉及範圍廣大，後續爭議與協調問題如何解決，仍有待持續觀察。記者陳怡軒高雄報道。高雄市政府爭取將鳳山到九曲塘鐵路立體化，評估拆除3座橋梁，填平6處地下道，消除1處平交道。地方除了期待早日改善交通瓶頸外，也希望可以爭取預留高鐵南延未來與鳳山站的共構空間。住在大智路橋附近的居民，長期除了要忍受火車經過的噪音之外，尖峰時段也避不開橋上擁塞的車流。如今高市府推動鳳山到九曲塘的鐵路立體化，預計拆除3座路橋和鳳屏2路平交道，並且填平6處涵洞，將會大大提升東高雄交通的便利性。預計明年正式啟動評估作業，也讓地方相當關注。我覺得大智路橋那邊真的太吵了，然後真的不方便，我希望能地下化，然後趕快拆除。我喺路橋感覺。有迄個路橋咧，底下吼，感覺足無方便啊！我希望會當拆掉。就差那麼一點，為什麼不跨過建國路？就差這一節而已嘛。那這個地方看起來好像蠻吵的啦。因為這邊住的人越來越多了。大智路橋，因為它現在是我們1號省道主要的道路了，所以每天呢，我們從大寮方向，也就是屏東方向要往市區，幾乎每天都塞車。那這個塞車的情況已經行之有年，那一直是讓我們的居民，還有包括南部，就是大寮、屏東方向要上班的人，都是一個很痛苦的夢魘。因為台鐵呢，它在大智路橋前端。它這個火車就爬起來了，地下化就拉到平地來，造成的噪音也是我們所有的住戶一個夢魘。對我們來講，居民的生活品質也都受到影響。那這一次我們希望說，在高鐵南延的這個計劃當中，可以盡快的把這個鐵路地下化
來完成。由於台鐵楠梓到橋頭段立體化已經進入前置階段，市府也希望鳳山到九曲塘段能夠接棒推進，並且和高鐵延伸屏東計劃整合。地方認為，如果未來高鐵進入高雄東側，應該要預留台鐵和高鐵的共構空間，替鳳山設置高鐵站保留的可能性。鳳山鐵路地下化原來在我們鳳山的精武路橋過了就上來了。那在10年前我有要求鐵道局就做一個轉接頭。未來如果有機會繼續延伸，才不會被卡死。那今天終於用到了，就是我們的這個轉接頭呢，開始就會延伸過大智路橋。所以整個地下化會過大智路橋。那當然就是過了鳳山再到大樹中間這一段，它要做一個可行性評估跟規劃。那我也要求就是未來就是我們的高鐵在高雄車站這邊上來。但是呢，在鳳山現在那邊因為要上40米高所以現在還上不來。那未來我也希望說保留這個機會，所以在鳳山跟大寮的邊界，在鳳山這邊呢，我希望說它可以布局一個將來有高鐵跟台鐵共構的機會。所以現在我也要求鐵道局這個要把它留下來保留以後就是鳳山跟大寮整個人口急增的時候那也有一個高鐵上來的機會。所以在整個它會做一個整體的評估。市府指出，目前全案仍處於可行性研究階段，後續還要經過交通部審查和綜合規劃作業。如果進度順利，最快將在2032年動工，2046年完工通車。記者張世明高雄報道。高雄表3道計劃持續推進，中山義入人行道目前正進行改造工程。過去因為行人與腳踏車共用空間，常會出現人車交織的情形。對此，道工處將增設獨立的自行車道，落實人車分流，並同步拓寬人行空間，打造更舒適的人本城市大道。中山路沿線的人行道近期持續進行改造工程，這裡原本的人行空間相當寬敞，也開放行人與腳踏車直接共用。不過因為缺乏了明確分流，常會出現人車交織的情形。為了改善這個狀況，這次的工程將會增設獨立自行車道，讓行人不再與車流擦身而過。對啦，而且有時候連我都外，你也知道嘛，哈。但是現在有這種想法，真的。對行人是最好的，尤其我們年紀大的人。這邊其實也蠻多人家會推小孩、推嬰兒推車，這一點的話，不要有車會比較安全。因為腳踏車的速度再怎麼樣，還是比我們行人走的速度比較快。中山一路是高雄車站前的重要門面道路，也是推動高雄表參道的重要範圍。這次工程將從建國路一直延伸到民生路，分為2階段施作。人行道將會全面拓寬到11.5米，除了會增設獨立的自行車道之外，還會同時增加綠帶與遮陰空間。整體工程預計會在明年中旬可以完工。工程將人行道統一拓寬為11.5米。並設置獨立自行車道，特別針對重要的路口進行街角的擴大，減少視覺死角，提升行人停等與通行安全性。轉角則設置護欄，進一步強化人車分流。高雄今年除了持續推動人本交通，也同步改善自行車的騎乘環境。對此，民代肯定表示，高雄未來的城市交通規劃也應該要朝向 BMW 的願景來邁進。如果要落實這個 BMW， 就是 Bike、Bicycle、Metro、捷運，然後 Walk 走路，用這種大眾運輸步行，還有這種節能減碳的又健康的方式來在城市裡行走的時候，一個很重要的動線。那我也一直都非常的推動，就是要有一個友善的自行車道。那所謂友善的自行車道，並不是說在路上鋪一個綠色的自行車道專用道就好了，而是應該要安全，而且要有適當的阻隔，來讓這個自行車不用跟行人爭道，那也不用冒險的在汽機車交流的這個道路上去這個騎乘。隨着高雄車站周邊逐步完成改造，中山路也正在從傳統的交通幹道慢慢轉型成為兼具觀光、步行與休息功能的城市大道。記者傳君高雄報道。高雄市環保局今年投入8000萬元的經費，擴大機車汰舊換新加碼補助對象。除了延續青年電池補助外，全國首創醫護人員加碼補助，並且首次推出國小至高中家長的加碼補助。高雄市政府與中央合計最高補助45500元。
想換機車就要趁現在。高市府環保局為了加速改善空氣品質，針對老舊機車汰舊換新或是新購電動機車都進行補助，即日起就上路實施。不少民眾表示，有汰舊換新補助，會考慮換新車，同時也能減少空污危害。那個沒有騎長途啦，差不多都10分鐘啦，所以我就沒有想要換。啊，如果我是騎長途，或者我比較年輕一點，我一定會換。看個人的需要啦。一般人就不大曉得有這個政策，如果曉得之後，他會考慮說去換車子，還是淘汰他的摩托車是老舊了，可以換新的。政府有政策都是好的 ，OK 那個老舊機車本來就廢氣會比較重，現在都進入七期環保了，對不對？換新還有補助，好啊。高雄市今年投入8000萬元，擴大機車汰舊換新加碼補助對象。除了延續7年核電池的補助外，還加碼補助醫護人員和國小至高中家長加碼補助，鼓勵民眾汰換老舊機車。環保局今年針對燃油機車汰舊補助以及電動車的一個補助的一個部分，有提高加碼的一個專案。今年針對青年持續的一個加碼補助之外，那也針對醫護以及家長納入我們的一個補助對象，主要是針對電動機車重型的部分加碼2萬元，那輕小型的一個部分則是加碼1萬元。汰舊換新加碼補助對象涵蓋青年、醫護人員和家長專案。重型電動機車最高補助2萬元，輕型電動機車補助1萬元，即日起正式上路。若再加上中央補助，最高可獲45500元，鼓勵民眾汰換老舊機車，響應綠色運輸。記者李正道高雄報道。米其林必比登推薦美食名單是許多饕客的用餐指南。位在橋頭的老字號米糕店不僅深受在地居民喜愛，更連續3屆上榜必比登推薦美食名單，帶您一起來看。那個米糕啊，當個米糕啊，年輕的時候可以吃5個，一次可以吃5個。米糕一粒，米燒火腿，這好吃啊！我也愛吃這個，我有從這邊過去，我就來吃啊。熟練的動作將米糕鏟到碗中，再淋上一匙肉燥醬汁。開在橋頭糖廠捷運站周邊的古早味米糕，可以說是當地無人不知的著名小吃。每天早上9點開門營業，即便還不到飯點時間，點餐人潮也幾乎不曾停下。就是萬公年頭米糕來，頭物件攏好食啦。就無你無看我逐項攏甲買嗎？因阿公的說，在賣迄陣我是足細漢無印象啊。因媽媽、因爸爸接手，我已經聽哦，我63歲啊。你看我食偌久啊？我們這間店，已經邁向70年以上的一間店啊。我們目前是第3代啊，都是一直以來就是都賣米糕、麵線跟四神湯。還有一個是小腸麵線。開業超過1甲子的在地小吃，已經連續獲得3屆米其林必比登推薦。招牌的古早味米糕雖然數量有限，賣完就沒，但店裡的小腸麵線與四神湯也絲毫不遜色，用料實在，味道古早，同樣受到老饕們的愛戴。米糕的話跟別家不一樣，是因為它是用那個陶瓦桶陶製的去鶯歌定做了，這樣子會比較不會太軟爛，會比較 Q 一點。在熱鬧的街邊小路上，傳承3代的米糕店，見證了橋頭在地的繁榮發展，也陪伴許多民眾從童年時期到成家立業。不變的古早味是不少在地人記憶中的家鄉滋味。記者洪俊傑、李品榮高雄報道。生成式 AI 席捲全球，台南市政府也把 AI 技術用在文化保存上，宣布推出台南市文化內容生成平台，打造全台第一個文化 AI 影像生成模型，透過近萬張的台南老照片訓練 AI， 讓科技成為保存城市記憶的新工具。
請擊掌。台南市長黃偉哲與 AI 黃偉哲共同擊掌，象徵科技與文化的跨界合作。這幾年，生成式 AI 影像技術普及，輸入文字就能生成圖片，但常常出現文化失真的狀況，因此宣布推出文化內容生成平台，打造全台第一個文化 AI 影像生成模型。這些國外訓練出來的通用語言模型，其實他不懂台南，他不了解台南，所以他產出的結果，是混雜了其他國家的文化背景所拼湊出來的影像，它沒有辦法表現出台南真正的歷史的樣貌。未來所有的影視創作業者或者是視覺設計業者，他們其實要呈現出老台南的樣子的時候，可以透過這樣子的一個系統做更完整的一個搜尋。平台具備文字生成圖片、局部重繪以及老照片解析度放大等3大核心技術，以將近1萬張的府城歲月老照片作為基礎，和專業文史工作者合作進行資料標記與 AI 訓練。創作者只要輸入文字描述 ，AI 就能生成符合台南在地建築風格與歷史氛圍圖像。台南400的歷史，事實上是靠歷代的人，包括現在人一起建構出來的。那我們希望在整個400年的歷史長河中，各位千萬不要缺席，配合現有的這個 AI 科技，加上我們的老照片所建構出來，過去台南形塑出來的一個歷史以及城市的圖像，那能夠讓很多市民朋友們在回味那段過去的歷史的時候，在用 AI 來建構的時候，它的背景不是一個根本沒有台南味，甚至你自己都不認得的一個虛擬的一個圖像。照片徵集1989年以前在台南市的自然人文風景、市政聚落街景以及各種建築外觀，搭配文化內容生成平台，借由老照片培育 AI 資料庫，開創傳統檔案的新應用。記者鄭懷談的報道。瀝青工廠也能變身為藝術基地。台南在地公司特別與西班牙藝術家跨海合作，在廠區內11公尺高的牆面上設計出結合在地元素的大型藝術創作，將原本的廠區化為壁畫藝術的展示空間，更是全台首座永續美學的示範基地。希望將藝術引入廠區，翻轉大眾對於傳統廠區的刻板印象。從高速公路上都可以看到這面巨大的藝術牆，這裡可不是什麼新設立的美術館，而是一座瀝青工廠。特別的是，廠區內的藝術創作更是邀請西班牙壁畫節首獎藝術家為工廠量身打造的圖樣。工廠從長期一直被人們去認定它是一個鄰避措施一個嫌惡產業，要怎麼把它轉變成一個跟鄰居當成一個好鄰居，怎麼樣去做一個轉化跟進化？所以我們今天最主要就是說公司也是在推 ESG 的一個雙軸轉型所以我們大規模的去採用全新的瀝青混凝土設備。牆上的藝術創作更是藝術家深入觀察雪甲特有的地景風貌，並將這些元素融合到工廠11公尺高的牆面上，透過藝術的介入創作，結合會呼吸的直升牆，也成為全台第一座永續美學示範基地。The meaning behind the painting, it's all about Suecia area and all the surrounded nature we have around this factory. I have been inspired from the really beginning with this green tunnel that you have just when you arrive to the factory. A lot of trees, a lot of vegetation that is involving the road. So when I talked to the boss and he told me his idea, we really find the main idea and the main design so fast because it's obvious what we want to show up here. 透過引進國際壁畫藝術與垂直綠化的設計，翻轉工廠傳統印象，讓工廠能夠和在地居民對話，變成具備藝術教育的空間，實踐生產、生活、生態3生共榮願景。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
年老後還能培養新的興趣，高齡97歲的素人畫家羅雙阿嬤，憑借天分與熱情無師自通，70多件作品中有90%以上都被收藏。這回更是與藝術家兒子曾英棟首度攜手，舉辦母子聯展，展出50餘件靜物畫作品。高齡97歲了，仍在畫畫。素人畫家羅雙阿嬤在85歲這年拿起畫筆，開始創作之路。憑借着天分與熱情，無師自通，畫出一幅幅色彩溫暖、充滿生命力的作品。為了支持母親創作，家人甚至都會訂購國外稀有花材做靈感來源。我開始是攏畫花啦，開始了。那花那冷去吼，用早間就看要走去買，我閣會甲挑講，就愛買較新的、無共的花，互我畫哦安尼啦。後來是即個大漢早囝吼，伊有哪去佛寺面，底下咧聽經的人啦吼，就我講媽媽你唔畫一塊佛像看賣安尼。羅雙阿嬤作品題材豐富，包括花卉、水果、盆栽或生活器物。常年茹素念佛的她，也經常臨摹佛像畫冊，將內心的平靜與信仰融入畫作之中。創作至今累積70多件作品，其中90%以上都被收藏。這回更與藝術家兒子曾英棟辦母子聯展，遂華如共，一口氣展出50多件作品。歡喜，但是也不要有壓力啦。所以，因為他畫的作品大部分都是靜物的花，那我想，那我這次準備的一些作品，它也是接近花啦、植物來跟它對應。其實做這些事情，其實不是要凸顯媽媽畫的多好，只是讓她高興啦。她高興，我們大家都高興。我已經是第三屆來看羅雙阿嬤伊的畫作，逐屆看到伊的畫作，感覺講，人若要保持少年，上較好的活動就是畫圖吼。曾英棟說，母親個性認真，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再進步，因此畫面色彩總是乾淨而夢幻。對於美，始終有着高度堅持。適逢母親節月份，展覽所得將捐給美善社會福利基金會，作為公益用途，期盼透過藝術傳遞善意與祝福。記者收懷台的報道。現代人越來越重視養生保健，補元氣的滴雞精也成為了最佳的選擇之一。台南在地的開發建設特別轉投資滴雞精產業，希望將健康帶給更多家庭。實體門市正式開幕當天，包括立委陳亭妃和多位議員都親臨剪彩，場面盛大熱鬧。在地滴雞精的新品牌開幕，業者為了吸睛聚氣充滿財運，特別邀請網紅郭鬼鬼來擔任主持，炒熱氣氛。現場除了在地鄉親的觀禮，包括立委陳亭妃，多位議員不分黨派都親自現身，加上好友也動員跑車力挺，場面盛大。台南東業開發建設董事長葉國書表示，有鑑於現代養生保健風潮，也轉投資滴雞精飲品。經過一段時間試營運，17號為安南區的實體門市正式剪彩，希望在地出發，持續拓展至市區百貨等全國通路。3、2、1，請剪彩，掌聲！我們的上游就是說我們的代工廠，他也很有經驗，還有我們的國宴主廚，還有我們的那個生蠔瑪卡那個是目前台灣沒有的，生蠔精那是全部原物料都日本進口的。業者除了以滴雞精成為大家補充精力的日常食補，也和國宴主廚張彥成合作，獨家推出生蠔精營養品。所有的產品都不計成本，相當霸氣，就是希望品質優先，將健康的好東西跟大家分享，也以職人精神來搶攻市場。他覺得說，我要做我就要做最好。對，那生蠔精就是我們也是用日本的生食級的反力貝，然後跟頂級的生蠔，然後下去做一個提煉再提煉的萃取，然後去讓這個產品就是說，既然它真的蠻重本的，對，真的那個原物料都是從日本
空運回台的。每天行程滿檔的立委陳丁飛感謝業者看重在地對養生保健的需求，並進一步深耕服務，所以也特別到場，並推薦喝滴雞精就是元氣滿滿的關鍵。雞精其實對於我們這一點點的一個補充，其實就可以讓我們精神100倍了。所以我們也一直很推動說，用這樣的一個補充，讓大家平常在忙的時候可以補充這些營養成分，而且讓你活力滿滿、精神滿滿，這才是最重要的。在網購普及的年代，開設實體店面對新品牌而言，不只是銷售點，更是服務中心。所以日後也會不定期推出國宴主廚的料理品嘗，或是新品見面會，強調體驗經濟有助於建立更深度的信任感。記者郭文吉台南報道。在路邊常看見的違規小廣告，過去多依廢棄物清理法裁罰1200元到6000元，嚇阻的效果十分有限。桃園市環保局即日起建立跨局處通報與裁處機制，最高可依法裁罰30萬元罰鍰，是過去的50倍。情節重大者還可以依相關規定停工處分。大家常常在路邊看見各種違規小廣告，桃園市環保局為了維護市容環境，即日起針對房地產銷售廣告任意占用人行通道以及張貼懸掛於道路電線桿、燈桿、交通號誌牌等違規行為加強查。違規業者除了可依法裁罰最高30萬元的罰鍰，情節重大者還可以依相關規定停工處分。環保局呢就結合了地政局跟監管處等單位，全面的加強違規廣告的一個巡查及那個源頭管理。那過去的違規廣告呢，都是只有依廢棄物清理法呢裁罰1200到2000元。對部分的業者而言來講的話呢，違規的成本偏低，所以嚇阻效果有限。那這一次呢，市府呢建立了一個跨局處的通報及裁處機制後呢，除了由環境管理處第一時間的話清除違規廣告外呢，也同步的移請地政局還有監管處依法裁處。其中呢，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的話呢，可以裁罰6萬元到30萬元，最高裁罰呢較之前呢提高了50倍。過去違規廣告大多依廢棄物清理法裁罰1200元到6000元，嚇阻效果有限。現在市府建立跨局處通報跟裁處機制之後，除了由環境管理處第一時間清除違規廣告，也會同步移請地政局、監管處依法裁罰。呼籲業者善用合法廣告，切勿以身試法。在此呢，我們也呼籲業者必須呢改變過往的一個行銷模式，善用呢合法的廣告管道，例如市府設置的公共廣告啦，或者是依法申請的一個路燈旗幟廣告，或者是透過呢大眾的運輸車體燈箱及數位媒體刊登廣告。另外呢，也提醒民眾，如果有發現呢違規張貼或者懸掛廣告行為，可以向呢環境管理處檢舉，協助呢市府來追查裁處。那希望呢透過呢市民的共同參與，一同呢維護呢整潔環境安全的市容環境。除了加強稽查跟裁罰，民眾如果發現違規張貼或懸掛廣告行為，可以拍攝違規過程、行為人特徵跟車牌號碼，向環管處檢舉。環保局也持續推動撕小廣告換好禮活動，不僅可以換市民卡加值金，還有機會抽中大獎，邀請大家共同守護市容環境。記者賴偉一團報道。桃園市車輛消費爭議逐年攀升，為了導正車輛交易的亂象，守護市民購車的權益，桃園市政府與桃園市汽車商業同業公會攜手，推動優良汽車銷售人員認證培訓計劃，希望透過嚴謹的認證機制，打造優質的汽車交易典範城市。桃園市政府跟桃園市汽車商業同業公會攜手，率全國之先推動優良汽車銷售人員認證培訓計劃，並在日前舉行開訓典禮，期許讓證照成為經得起考驗的金字招牌，導正車輛交易亂象，守護市民的購車權益，讓在桃園買車成為信賴的代名詞。希望呢，我想我們的汽車商業同業公會希望能夠借由這樣的一個認證的培訓提升我們所有的汽車的銷售人員的這個素質他們對專業的這個了解對於跟民眾溝通的這樣的一個過程希望能夠讓這個資訊更透明能夠減少這個在
購置汽車的時候的一個相關的糾紛啊。那也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認證培訓呢，把我們的所有桃園的這個汽車商的這個銷售同仁哈，都能夠好的素質對專業的了解，都能夠提升到另外一個階段啊，能夠讓民眾能夠買車更安心。那當然我們也有一個對汽車銷售好店的一個選拔啊，在這一次我們也有40幾家的這個銷售好店金牌好店能夠被我們選拔出來。所以希望透過這些好店的選拔，還有銷售人員的這個人才人員的這個認證的培訓呢讓我們整個桃園的這個汽車銷售這個大家非常重視的這個部分呢能夠越做越好。桃園市車輛消費爭議逐年攀升，113年有598件，高居全市消費爭議項目第2名。去年更是增加到了623件。桃園市汽車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徐立生表示，近年網絡銷售詐騙等亂象頻傳，透過嚴謹認證機制做出市場許可，鼓勵消費者向合格的業務購車，也防堵市場紛亂。謝謝我們桃園市政府以及經濟發展局非常認同認可這個我們的一個從業人員的證號。現在來桃園市買車，找有證號的車商一定不會吃虧，裡面賦予了所有的專業品質，有證號就是優質的車商一定要被全國來看見。桃園市優良汽車銷售人員認證培訓計劃共開辦7個梯次，課程涵蓋法制教育、行業現況、銷售技巧、網絡行銷、車貸分析比較、汽車構造跟原理，以及最關鍵的車輛識別跟變造判斷等。期盼透過產官學3方緊密串聯，共同打造全國最優質、最誠信的汽車交易典範城市。記者樂偉一屯報道。打電動不只是休閒娛樂，更是一門專業的數位新興產業。桃園市議會與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攜手合作，啟動2026桃園校園電競人才培育實戰營，聚焦在賽事轉播、影音製作與活動執行等幕後專業人才的培育。透過產官學3方豐富的資源，帶領有興趣的桃園學子實際接觸電競產業的核心工作，提早儲備未來的職場競爭力。舞台上，巨大的電競耳機與遊戲搖桿造型儀式台，充滿濃濃的科技感。桃園市議長邱奕勝與青年局長侯嘉玲共同將象徵產官學3方資源的彩色能量球注入其中，宣告2026桃園校園電競人才培育實戰營全面啟航。隨着電競產業規模不斷擴大，人才需求早已從單純的電競選手延伸到賽事的企劃、導播、製播、視覺設計以及活動執行等專業領域。為了協助在地青年接軌新興產業，桃園市議會主動促成了這次實戰營的推動，期盼青年能將興趣轉化為具備商業價值的職業競爭力。那我也知道這個暑假馬上就到了。過去桃園市議會也辦了好幾屆的這個電競的這個比賽，也謝謝我們桃園很多這個科技大學都非常支持這樣的一個有意義的活動，尤其這一次我們青年事務局特別加入這一次我們電競賽的這個行列，特別也舉辦了這個訓練營讓更多的這個青年有這個機會一起來體驗這個整個電競賽的一個過程我想給他們最大的一個鼓勵跟支持，就是議會也加入這樣的一個體驗營來讓這個活動更加的活潑生動。有別於以往單純的電競賽事，這次的計劃聚焦於幕後人才的養成。青年局表示，透過做中學的實戰模式，能讓年輕人深入產業現場，有效縮短學校教育與未來職場的落差。我們每一年跟議會其實除了合作辦我們6都競賽之外，我們想說怎麼可以讓更多年輕人更了解在電競行業這個部分的發展，所以我們這次跟產官學來合作做人才培育的部分，讓電競進入校園，可以讓更多年輕人透過這個培育，讓他知道幕後的部分的人才是有需要哪些的技能。我們從今天開始報名到6月12號，那6月16號是我們報名截止日期，我們將甄選將近50名的同學們可以參加我們這次課程之外，我們最後會招募10位優秀的人才加入8月9號的6G電
電競賽的一個賽事，讓他們加入我們實習的行列，那更了解電競競賽的幕後的一些推動。這項培育計劃從即日起開放報名，至6月12日截止。6月份將率先在健行科技大學舉辦一日職人講座，邀請具備大型職業聯賽經驗的業界講師來分享實戰經歷。最終，實戰營還會透過校園師資與業界導師的雙重評選，精選出10位優秀青年，直接投入大型賽事的幕後實作。桃園市期盼借由實質的政策推動與實作平台，為在地學者按下接軌數位產業的啟動鍵，找到屬於自己的新舞台。記者李承浩，桃園採訪報道。面對 AI 生成的圖文資訊，你能夠辨別真偽嗎？中嘉寬屏北建在桃園市山頂國小舉辦校園媒體識讀推廣活動，教導學生查證與辨別偽造資訊的方式。講師也透過一系列的小遊戲，讓同學學會如何一眼識破 AI 生成，增進媒體素養力。上面的舉手。下面。小朋友們紛紛舉手投票，挑戰分辨哪張是 AI 生成，哪張是真實照片。中嘉寬屏北建28號前進桃園市山頂國校舉辦媒體識讀推廣活動，帶領6年級的學生學習查證資訊跟辨識假訊息。講師透過威爾史密斯吃麵、YouTuber 變身卡通人物等案例，展示 AI 生成技術驚人進步，並結合台灣事實查核中心的互動遊戲，讓學生實際來辨識 AI 圖片。學生黃允浩跟張品祥表示，課程讓他們了解 AI 遭濫用的風險，也學會從細節判斷影像真偽。那個影片 AI 換臉換得非常逼真，有些地方會比較像眼睛這邊就比較假。AI 的濫用，例如 AI 換臉、AI 製片、AI 的影片，很多假訊息都不可以去相信，可以去賴用。查那個是不是 AI 做的？講師也透過生活化案例，教導學生檢視新聞來源，利用事實查核網站驗證資訊，並搭配中嘉集團自製的"你搞懂了沒"互動遊戲，以是非題測驗學習成果。現場氣氛熱絡，同學們踴躍搶答。學生鄭燕欣分享，曾看過有人以稀有明星周邊為誘餌騙取個資。學生許若寧則表示，媽媽曾被冒用臉書賬號，讓親友差點受騙，也讓她更加認同資訊查證的重要性。因為我之前在脆上有看過很多詐騙的案子，就是他說他是某個明星的粉絲要送周邊，然後就會有一些可能比較不懂這些知識的人進去，他就會叫他加賴，然後傳網站給他，要他填寫資料就可以獲得禮物。但這些其實都是詐騙的，但是就是會有些人不知道，然後點進去，他們就會被騙。遇到不明的網站，要先去看它是不是真的，然後可以去賴查證它是否是正確的網站，不要就直接點進去填資料，很可能讓個資洩露。因為我媽媽之前她的 FB 她就很久沒有用，然後就有一個人就是假裝是她，然後去亂發什麼東西，她朋友就覺得她怪怪的，然後就跟她講，她就改賬號，可以去那些某一些網站上面問專業的人。當天，山頂國小校長朱建金也頒發感謝狀，感謝中嘉寬屏北建總入校園推廣媒體識讀教育。他表示，在資訊爆炸的年代，媒體識讀不只是辨別真假訊息，更是培養孩子保護自己、正確使用網絡跟媒體的重要能力。其實現在資訊媒體爆炸在很多的資訊呢，孩子可以透過很多的管道而獲得。但是呢，這些獲得的資訊是正確的還是假的，很多孩子其實他不會分辨。那我們很希望透過這個中嘉頻道給我們帶來的這一個課程呢，讓我們的孩子能夠了解到網絡上的資訊，這麼多的資訊，他如何去分辨正確的還是假造的？哪些對我們是有用的資訊？哪些反而會害我們受傷？我們如何去趨吉避凶？我覺得這是我非常希望能夠透過這樣子的一個課程，讓我們的孩子呢都能夠學習到正確的知識，學習到正確的使用媒體。
中嘉寬頻北建總經理徐巧妮表示，課堂調查發現，多數6年級學生已經擁有自己的手機，因此更凸顯媒體識讀教育的重要性。希望透過課程建立正確的媒體使用觀念跟思辨能力，學習保護個人資訊，避免受騙上當。中嘉寬頻北建哦，其實我們常年在地方生根哦，重點就是在於媒體識讀這一塊。我們每年都會選定不同的一個學校，進到學校裡面，然後進行了一些媒體識讀的一個教育。那今天呢，特別來到了龜山區的山頂國小，對象呢是6年級的小朋友。為什麼是6年級的小朋友？其實很簡單，第一個他們畢業考完，大家都放鬆了；另外一個就是在他們一個人生新的一階段，從國小到國中，當然這個時候也是他們陸陸續續開始接觸所謂的媒體啊，手機啦、平板。所以我們在現場一問呢，基本上95%以上的人其實都擁有自己專屬的一個手機，所以他們上網其實是蠻頻繁的哦。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課程的一個教育，讓他們真的認識到所謂的媒體真假訊息哦。希望在他們啟蒙的這個階段呢，能夠先做好基礎扎根哦，能夠做正確的一個教育的觀念，這是我們最主要的一個目的。當然呢，我們也希望借這個機會讓他認識有線電視，認識有線電視的公用頻道，讓他們理解我們在地媒體可以做些什麼，希望能夠拉近跟他們的距離。隨着 AI 技術快速發展，辨識真假資訊已成為現代學生不可或缺的重要素養。中嘉寬頻北建未來也會持續深耕校園媒體識讀教育，協助孩子建立理性判斷跟獨立思考能力，成為具備媒體素養的數位公民。山頂國小媒體識讀站。記者聽差不多。北港朝天宮媽祖300多年來首次北巡基隆，在5月30、31日繞境2天，吸引了許多信眾參拜，並且首度在國門廣場舉辦300桌的平安福宴。副市長邱佩玲代表市長出席，感恩媽祖庇佑基隆。300多年來第一次到基隆哦。北港朝天宮媽祖300多年來首次北巡基隆，繞境2天，由台灣好動體育發展協會、3000宮及暖暖定內陳福宮共同主辦，基隆市政府協辦，吸引許多信眾沿途參拜。要感謝我們好動協會的理事長我們林嘉誠老師哦，是由他與我們北港朝天宮的這個董事長大家是好朋友，那一起來策劃。我想1年多來的策劃哦。我們今天終於如願以償哦。然後呢，我們是靠海的，所以呢，我們跟媽祖都非常有緣啊。我的女婿也是雲林人，我們都是雲林。副市長邱佩玲與市府團隊跟多位議員等地方人士到基隆護國城隍廟恭迎媽祖聖駕。城隍廟以最高規格接駕，特別由七爺八爺率領信眾恭迎媽祖聖駕，象徵媽祖會城隍。那我們身為基隆的地主哦，他們第一站就來基隆護國城隍廟，所以說我們僅是代表基隆呢歡迎到他們，所以我們等一下我們神將會去接駕。除了熱鬧的繞境，傍晚在國門廣場還有嫩球咖活動，信眾大排長龍來嫩球咖祈求媽祖保佑，來祈求媽祖娘娘賜福。主辦單位也首度舉辦300桌的平安福宴，相當熱鬧。不敢嘛，來到咱家人是哇，咱家人的福氣，今仔日天氣有好無？哇，心情有好無？哇，咱家人每一個人都大太極，好唔好？好。我們是八斗子福清宮，真的很榮幸哈，今天北港朝天宮媽祖聖駕到我們福清宮也有座駕，我們毛賊，我們的全村的地方，我們大家很熱忱，很歡迎。晚上電視有3台，還有什麼？耶！給中央說好了，耶！將社區生舞蹈團。平安福宴現場，副市長邱佩玲率領市府團隊逐桌向參加民眾問好，並強調市府全力動員來迎接這場難得的宗教盛事。應該是有史以來吧，而且是北港媽祖北巡的第一站，第一次來基隆，那基隆也第一次迎接這麼多的人來。那我說一個活動的成功啊，其實很感動。我們警察局出動了今天300個人力，
消防隊也有，然後清潔隊員也出了80位人力，所以一個活動成功是不容易的。看到沿途很多人這麼誠意，我們也很開心，覺得北港媽祖帶來的給民眾的是安心跟信心。因為這個勤務啊，我們除了有一個臨時指揮所，我們也有我們相關同仁啊，休息待命的地方。因為啊，今天的勤務時間非常的長，而且跨越好幾個我們行政區，所以動用警力到今天晚上啊，包含整個活動結束時間非常長，所以我们也準備一個待命休息的一個空間啊，讓我們同仁啊可以輪替休息，也非常感謝市政府，尤其副市長啊，特別犒賞我們同仁啊，有人飲還有披薩，讓我們同仁在短暫休息的時間啊，可以補充體力，也可以稍事休息。用了非常多的一些人力跟資源來協助這樣一個非常有意義的活動。那包含今天國門廣場，就我所知，說不定這應該是非常罕見，甚至可能是非常稀有，在我們國門廣場席開300桌來去迎接這樣子的一個聖駕。那我們也期待5月30、31號這2天，在我們基隆絕大多數的行政區來迎接這個媽祖的聖駕，能夠讓我們基隆呢，成為亞洲最有愛的城市。那也來凸顯我們謝國樑市長非常重視我們地方宗教文化的一個壯舉。活動現場熱鬧滾滾，包括前立法院院長王金平也來到現場，感謝北港朝天宮媽祖為基隆帶來福氣與滿滿的活力。謝謝，我覺得媽祖真的慈悲，大家都知影吼，家人長是落大雨，雨都大，大家的同仁都愛上課，愛上班上班。今天完全風平浪靜，表示媽祖幫我們先洗淨了。而且把整個道路弄得很乾淨，讓所有從雲林來的朋友愛上基隆，讓所有的基隆朋友跟着繞境走，覺得天氣非常的涼爽，可見媽祖慈悲，謝謝媽祖。感謝我們邱市長，謝謝。多元的活動內容讓市民近距離感受到傳統宗教的文化魅力。記者黃志生、陳淑平基隆報道。台灣基隆與日本石垣島終於恢復直航，基隆石垣島航線的客貨渡輪在近期正式開航，主打睡一覺就到的便利性。首航儀式上，副市長邱佩玲代表市長謝國樑出席典禮，期盼新航線能夠拉近基隆與石垣島2個城市的距離。從台灣出發到石垣島，從今天開始不再只有搭飛機的選項，往返基隆石垣島的8重3丸渡輪，28號晚間正式開航。2、1，請用剪。首航儀式上，中央及地方貴賓雲集，副市長邱佩玲代表市長謝國樑出席儀式，強調這一條航線啟動，更拉近了基隆和石垣島2座城市的距離。那我覺得很棒的時候，今天總算歷經艱難，各式各樣的都排除掉了。那我們很希望可以順利的完成。那最主要的是說，石垣島有5萬個客人，剛剛市長也說了，他其實到石垣島玩了100萬個客人。那我們很希望這100萬客人借由這條輪船一起來基隆，來台灣，讓更多的人認識台灣的美。8重3丸渡輪總噸位21,688噸。航線採取直航方式，中途不會停靠其他港口，單程約7到8個小時航程。那目前現階段1個月的試營運，那我們大概就是每個禮拜4從基隆出發，每個禮拜天從石垣回來，那航程大概7到8個小時左右。那7月到8月份開始，我們會有一個增班的動作，1個禮拜會有2個航班，每個禮拜2、禮拜4從基隆出發到石垣，那希望可以帶給旅客更彈性、然後更豐富的這個旅程的安排。渡輪依照艙房類型分成8種價位，船上公共設施包含了餐廳、咖啡廳、卡拉 OK、便利商店和日式澡堂，要讓旅客在航程中先享受到度假樂趣。8重3丸的優勢其實是提供給旅客另外一種不一樣的旅遊形態。那我們強調的是一種就是慢活的形式，也就是說呢，平常大家上班都會很忙碌，我們的提倡的方式就是說，旅遊應該是要放鬆的旅遊，而不是去追求時間。從基隆港出發到日本沖繩、石垣島、那霸旅遊，目前遊客都會搭乘郵輪或飛機。現在從基隆出發，搭乘渡輪也可以前往，讓國人出國旅遊又多一項選擇。記者黃紹明基隆報道。
深受國內外遊客喜愛的野柳時光夜訪女王活動，今年將在6月28日登場，以潮汐一郎雙後傳承為主軸，透過5大燈區連接最具代表性的女王頭與新世代地標俏皮公主，將野柳地質公園打造為沉浸式的夜間地景美術館，每晚僅限3000人入場。想要感受野柳限定的夏夜藝術魅力，可千萬不能錯過。請啟動。在觀光署主任秘書黃義琛與立法委員王正旭、北關處代理處長吳建志等人共同啟動下，今年最夢幻的夏夜盛典2026野柳時光夜訪女王活動宣告將從6月28號起展開。這項從2018年起推出的活動，不僅被列為台灣觀光雙聯立的國際級活動，還榮獲多項國際大獎。結合自然奇景、地景地貌以及光與藝術融合，已經成為國際旅客來台必訪的打卡勝地。它的設計，它其實最新的得獎是2026年，今年在德國設計獎有得獎。那2025之前也得過了美國的 Muse 的設計獎等等。所以其實它真的是剛剛主持人有提到，它真的是結合了地景、地貌，然後我們把一些燈光藝術，還有一些相關的一些光雕融合在一起之後，它真的成為我們北海岸的一個真正的亮點中的亮點。今年活動以潮汐一郎雙後傳承為主軸，從入口潮汐一郎引領遊客走入夏夜展場，接下來還有仿真區、俏皮公主區、麗影湖區，到最後女王頭區。透過5大燈區連接最具代表性的女王頭與新世代地標俏皮公主，將野柳地質公園打造為沉浸式夜間地景美術館。從一開始的一個璀璨的一個我們海洋的一個驛站一個廊道的一個部分，讓各位進來的時候不要就只有往前走，看一下地面，看一下旁邊的一個邊坡一個廊道的部分，發現其實都不同的一個小確幸的部分。然後再來呢，就是我們的仿真區的一個部分，仿真區呢就是我們的女王頭，還有我們的俏皮公主的一個模型的部分。今年我們有跟數產署這邊來合作，我們創出了一個全民參與的一個數位證件的一個部分。那我們也選出了60張非常特殊的一個畫作在6月18到7月12號這段時間呢，每天跟各位做一個打個招呼那有得獎呢，一定要來看一下自己的部分。然後再來呢，我們在我們的一個俏皮公主區這邊另外還有一個野柳女王的一個故事區的一個部分我們做成動畫的一個方式，讓女王跟公主怎麼去做一個傳承讓大家知道这個小朋友一定非常的一個喜歡那第4區的部分就是我們麗影區的部分，這邊可以看到我們的海浪的一個部分，還有噴霧造景的一個部分那第5區的部分就是最重要的一個部分，就是女王的一個部分。我們今年跟大師來做一個合作大師的畫作就直接投影在我們女王上面讓大家國內外的一個夥伴們都可以看到這個部分。出席啟動儀式的立法委員王正旭也很肯定這項夏夜限定的國際級觀光活動，讓國內外遊客沉浸於海風、潮汐、星空與光影中，感受野柳地質公園的無窮魅力，讓台灣之美可以讓我們台灣的民眾除了自己欣賞、自己來享受這些美景的同時，也能夠讓國際的旅客們一起來針對夜間的活動，更能夠讓台灣感受到，除了白天大家在活動的同時，也能夠透過美好的燈雕、美好的夜景，讓大家的感受更不一樣。所以很期待從6月28號開始到7月12號之間，民眾可以全家共同來欣賞這樣的美景。至於外界關注的女王頭戲景問題，北關處代理處長吳建志表示，這是自然現象，女王頭目前仍處於戲景期的安穩狀態，北關處將持續監測中。吳建志也強調，野柳地質公園還有許多奇岩寶藏，值得遊客細細品味。現在是戲景期了，對，那邊脖子就比較細嘛，就在戲景期。在安全的範圍。對，沒錯。那所以我們有特別選了另外一個俏皮公主，對，其實它雙後傳承其實也是它的一個主軸。另外一個部分，實際上大家知道，除了女王之外，我們還有俏皮公主，韓國人最愛的愛心石，還有馬林寮石很多不同的一個。但是這個地質公園不要就只有去看女王頭，它這邊其實非常多寶藏的部分可以讓各位去看。
根據北灣處方面統計，野柳地質公園每年遊客達170萬人次，其中34%是韓國旅客。為了歡迎這些國際旅客，北關處也推出限定活動，國際旅客購票入場，憑護照即可獲得一份限量好禮。而為了維護這些世界級景觀，夜訪女王活動每晚限制3000人入場，限量門票將於6月1號起線上開賣。想要體驗野柳夏夜藝術魅力的民眾，可千萬別錯過。野柳時光，歡迎你來。記者張啟騰台北報道。基隆市長官邸後方的小公園，經傳有台灣藍鵲為了保護巢穴攻擊民眾，還高速俯衝抓傷長者的頭皮。目前已經有5人受害。動保處說明，目前是台灣藍鵲的繁殖季，呼籲民眾加速通過，盡量不要落單或是逗留，以免遭到藍鵲出爪攻擊。民眾戴着帽子經過中正公園壽山路小公園一帶。頭上卻出現藍鵲發動攻擊。我走過鴨籠後面來，那我就想，我以為是蛇從樹上掉下來，結果一看都沒有東西啊。然後我就有點懷疑，他從我前面又來一次，然後我這次看到了，因為這，然後你講，那我就手後面，他個連續扒3次。還好民眾有戴着帽子，才沒有受傷。不過另外一位民眾可就沒這麼幸運，頭皮遭到藍鵲抓傷。以為有樹枝，我頭就刮到。後來才看到，不可能！我抬頭看，不可能有樹枝啊！我再抬头一看，才知道原來大概這裡吧。我现在有，就當時是這裡就對。對。抓傷，現在已經好了，對不對？對，差不多好了。我會覺得，這痛了好久哦。痛，差不多痛3天吧。原來基隆壽山路市長官邸附近公園，這個月出現藍鵲在附近竹林築巢，正值藍鵲繁殖期，遇上路過民眾就會發出警告，甚至攻擊。這個情況在一個禮拜前就開始發生了。我們一共有我知道的就有3個民眾接受攻擊了。我想我們政府動物的保護固然很重要，對人民生命的保護更重要。我想兩全其中要取其輕的，怎麼樣去防治鳥來攻擊人。台灣藍鵲屬於比較中大型的鳥類了，那它具有很強的領域性。那多半在育幼期間的時候，它會先發出警示音。那發現警示音之後，警示無效，那如果是落單的民眾，他可能就會下來去做一個驅趕的動作，那可能用爪擊啊，或者是用啄擊。那所以有時候民眾會覺得說，什麼頭頂上有東西掉下來，其實不是，那是台灣藍鵲先發出警示音之後，然後再做一個驅趕的動作。市議員陳儀和當地里長吳明達陸續接獲民眾反映，除了張貼告示提醒之外，動保署建議民眾盡可能戴着帽子，或者避免單獨行走。市長官邸跟體育場還有東信國小這一帶呢，近期有很多的出沒的狀況。那希望校方呢要提醒小朋友，就是上下課的時候，希望是集體一起上下課，千萬不要落單。落單的話，有可能是藍鵲鎖定的對象。那也希望民眾呢出來倒垃圾的時候，希望近期就戴個帽子或撐個傘，以免被藍鵲給抓傷了。市區逐漸出現台灣藍鵲是一個保育有成的跡象。那它過往是在中正公園，那現在逐步往市區去延伸。那雖然是保育有成，但是會造成人鳥之間的衝突。那提醒民眾在這段4到8月的繁殖季，如果真的遇到台灣藍鵲有這個警示或攻擊的叫聲出現的時候，那經過台灣藍鵲的巢區的時候，請務必戴帽子或者是撐雨傘，避免遭受到鳥擊，並且快速通過。動保所調查，台灣藍鵲原本主要在中正公園一帶聚集，這幾年有往住宅區群聚的現象，雖然代表保育有成，但藍鵲會不定期的俯衝下來，民眾來這裡散步還是要特別注意。記者黃紹明基隆報道。以上是今天的中嘉新聞週報，我是李品榮，感謝大家，我們下次再會。